这只是水而已哦，这并不是什么。可是我等一下拍一拍，你看，这么就好了。表演服装登台前要快速好整理，不怕皱，皱了不用熨斗就能整平，超简便。每个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我都烫不好。”我说：“你根本都不要烫，都不要花你的电。这个客家花布真的很棒，它很好，又吸汗又凉。”客籍歌手范玉梅自己设计表演服装，想要有客家元素，要漂亮，要独一无二。学过造型设计的她自己画设计图，而裁剪、缝纫想办法找人帮忙。您是长久的爱豆的好朋友，认识很久了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爱豆的好朋友。老朋友有话直说了。被委托做花布衣的罗秀美回想，10多年前花布做衣服还不普遍，觉得难以想象。我说这是被单布啊，做被单的。没想到依照范玉梅想法完成的作品，擦亮大家的眼睛，很有成就感哦，做的都非常漂亮，像礼服一样啊，这样。第一次穿就好几百人在看，每个人就拍手了。前所未见的花布礼服在客家婚礼上大受好评。范玉梅陆续完成的创意花布衣、表演服装，更成为许多歌手团体登台时的最爱。你跟我借，我都借你，没关系。可是我要让客家花布哈，让我们客家人的这个东西的传统东西哈，把它发扬出去。一般穿完他都要做，你知道吗？几乎10个穿完都会做。我现在做出去的最少超过300件了啦。最大的希望是花布衣不只局限在客家的舞台，范玉梅的设计想法持续激荡。我每一次都穿客家花布，我的标志就是客家花布。上课喽！認識董叫咧，愛豆係好朋友。認識董叫咧，愛豆係好朋友。谢谢宗怡老师。